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Suka Property 嘅 Christopher。想知道喺伯明翰市中心最頂級嘅生活到底係點樣 ？Edition 絕對話到俾你聽，佢係伯明翰奢華住宅嘅典範。第一期發售將近4個月，已經幾乎賣晒。最近嘅 Edition 第2期亦都正式開賣，同樣都受到熱烈嘅關注。到底係乜嘢令到佢成為伯明翰市場嘅超級人氣新星呢？今日我就帶大家一齊嚟睇下啦。呢度係 Edition 嘅所在地啦。呢度位於伯明翰嘅市中心，北邊呢就係伯明翰嘅珠寶角，東邊就係 Cornwall 商業街，仲有 New Street 車站、Slow Hill 車站，步行10分鐘呢都可以到達。向南行大概15分鐘就可以去到 Chinese Quarter。由 Edition 出發呢，你可以輕鬆漫步去到伯明翰每一個著名嘅角落，生活都相當之方便。而最特別嘅呢，就係項目步行3分鐘呢，已經可以經過圖書館出返嚟 Broad Street 嘅大街。呢度有巴士有 tram 都可以去到唔同嘅地方。而喺 Edition 樓下嘅呢，就係 City Garden Centre， 鄰近嘅 Centenary Square 係伯明翰嘅文化中心。呢度亦都有歐洲最大嘅圖書館、伯明翰交響樂廳同埋伯明翰話劇廳，都算係伯明翰最繁華嘅地段。呢一區亦都係伯明翰嘅商業集中地。附近匯聚咗匯豐銀行、PwC、BBC、高盛集團、Deutsche Bank、Deloitte 唔同嘅國際大企業，提供咗超過10萬個金融精英嘅就業機會，亦都係帶俾 Edition 龐大嘅穩定租客群體。同 Edition 相隔一條馬路，就係同 Edition 建設同步進行緊嘅市中心改造規劃 Paradise， 係一個總投資高達12億英鎊嘅大型規劃。Paradise 計劃打造130萬平方英尺嘅現代辦公空間、12萬平方尺嘅零售同埋休閒空間，以及精品酒店、Build to Rent 住宅等居住區域，形成一個集辦公、休閒、居住一體嘅全新街區。Paradise 預計2028年動工。當 Paradise 建設完成之後呢，呢度一定係伯明翰房產市場上面炙手可熱嘅區域。Edition 嘅租金回報預計超過6%，因為呢一區可以用嚟建造住宅嘅土地有限，再加上住宅供應緊缺， Edition 將會係置業伯明翰中心嘅一個難得機會。有興趣嘅朋友快啲聯絡 Suka 啦。今日關於 Edition 就介紹到呢度，下期我哋將會為大家了解 Edition 嘅交通同埋周邊生活配套。有興趣嘅朋友記得關注我哋，下期再見啦。